接下来我们会遇到有些题目需要你陈述理由。我们来看一下练习题。大咱先生嘅毕业，现场无人看到，事后系爱早唔啲，也系承认后同先生非实理，请讲出也先测同理由。在这个题目当中，打破了老师的杯子，现场没有人看到哦。你是要假装不知道呢，还是要主动承认并且道歉？需要你做出选择，还要说明理由。于是我们的句型就是嘿讲如果说，接着我会怎么做，因为就是陈述理由。套用了这样的句型过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是讲我大咱先生嘅毕业，我要先同先生非实理，還會買新嘅畢業來配，因為我愛做勇敢承認嘅人。接下來我們再多做一個練習。朋友做生日，講愛請食飯，想送佢乜嘅禮物呢？做乜嘅想愛送乜嘅禮物呢？一樣哦，我們使用的句型是是講我會因為。套用了這個句型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是講朋友阿玲做生日，我會送伊機器人，因為佢對機器人當有興趣。男士現場的朋友，我們可以怎麼回答呢？是講朋友阿玲做生日，我會送伊機器人，因為伊對機器人各有興趣。或者我們可以考慮送其他的禮物哦。是講朋友阿雄做生日，我會送佢羊毛布兔的，因為佢最好熟悉嘅到等人食嘅東西。再來試試看下面幾種不同的禮物。是講朋友阿玲做生日，我會送佢無形茶，因為佢對茶當有興趣。那麼男士現場的朋友在這個部分可以怎麼回答呢？是講朋友阿玲做生日，我會送伊無形茶，因為伊對茶各有興趣。再試試看下面這個禮物。是講朋友阿飛做生日，我會送佢運動鞋，因為佢接送會去運動，做得做也鬆懈。各位朋友，為什麼在這一題我們做了這麼多不同禮物的練習呢？因為不管你是男生，你是女生，都可以喜歡機器人、洋娃娃、車子、運動鞋，不受性別的影響。不管是什麼樣的禮物，都可以套用在上面的句型哦。